堂區嘅。我都係大會，我係大學學生啊嘛，我覺得大學嘅意義某程度上就係在於喺度。跟住有企業或機構捐款援助受傷人士，總捐款額已經超過8億。要照顧好自己，先可以好好守護屋企人㗎。所以我有堅持每日食高麗參嘅習慣，唔俾自己打敗仗，守護一家人嘅健康。正官莊越秀地產優質國有房企，心中通道加持，入手中山正合時。中山皇牌項目，實地考察，天天出發。越秀地產28336966，全新 Quick Fit 現金貸，係有無限升幅㗎，唔留紀錄，絕不影響信貸。